今仔日早时，全台天气稳定，下晡开始东北季风南下，北部东半部有变较湿，而且较凉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会伫后礼拜二暗时到位，强度甲这波是差不多。另外，明仔载后日可能菲律宾东边海面上就会发展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可能会结做风台。 早起台北市出大日头，全台天气稳定。不过下晡开始，北部东半部天气转变。这礼拜头一波东北季风报道带来局部地渐阵雨，有了影响到礼拜。下礼拜二暗时，东北季风佫开始增强，东部东半部落雨增加，气温下降。明天的话，降幅的话，在北部、东北部高温剩下大概24、25度。那第二波的话，大概也是在25度。 中南部天气相对较稳定，不过高雄市环保局讲，方面通过中南部风北所在空气污染较会积条咧，尤其是臭氧。也若拜六下晡，云林以南袂少空气品质站出现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感觉式提醒。另外，气象署也提醒，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系统正在发展。明天甚至到后天开始慢慢有机会形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那未来的话也不排除有发展成台风的趋势。 气象专家加新兴伫面册讲，伊综合澳洲甲 AI 模式预测，如果下礼拜可能有一两个风台来发生。根据即阵资料研判，东北风甲热带性低气压互相影响是无大。按照澳洲的资料看起来，伊这个东北风甲低气压这个互相影响是无啦无这个现象。伊若讲较强就可能就较有机会造成咱较明显的这个风台甲低气压交互作用影响。 另外，一位气象专家林德温认为，位伫关岛附近的扰动有继续发展真侪风台情形，预测伊向西经菲律宾进入南海路线，开加环境东北风伫台湾东北外海附近产生强风效应。记者综合报道。